鐵路盤一向備受矚目，今年已經有3個鐵路項目可以作推售。例如日出康城13期設有2550個單位，成為市場供應主力，但係平均尺價預計至少達到15000蚊。如果要交通便利、價格相宜，市場上仲有冇尺價大約1萬蚊嘅二手鐵路盤呢？其中鄰近兆康站嘅蝶欣亭一共有9座，提供約1700個單位。對比其他鐵路盤上車啦，咁啊容易啲，即係達到嗰個門檻啦，即係100蚊印花稅，400萬左右兩房。咁同埋就可以就好穩陣啦，即係可以咁講，就有嶺南學生出嚟租樓，咁可以業主作為業主去收租嘅話咧，更加一定收到，因為通常佢哋都會預繳1年嘅租金嘅。而家嗰個佔比都去到70幾80%，都係集中喺7月8月份咯，5月開始我哋物色嘅。放盤位於2座高層一個499尺嘅3房單位，而家業主叫價620萬。不過而家銀行估價淨係得500萬左右。業主買入嚟個價錢較為高啲嘅，可能而家個樓價因為之前都有啲較為低啲嘅成交出現，咁所以個估價低咗。最近有個成交528萬嘅，業主都對後市都會有信心，可以翻到去自己買入個價錢嘅。咁如果買唔到嘅話咧，其實佢都有後備方案嚟，咁啊會轉去放租咯。代理提醒，屋苑嘅樓齡有25年，暫時未做過任何大型維修，要注意未來會唔會有強制驗窗以及強制驗樓。浴室係名次設計，同區裕豐花園比較，最細單位嘅浴室先會有窗。代理話屋苑仲有一款大3房，面積會比呢個單位大70幾尺，主要分別嘅係主人房嘅衣櫃凹位會有套廁。大3房會好賣少少嘅，同埋近期嘅價錢上都有少少回落，所以大3房嘅成交都多咗嘅。大3房嘅話咧，咁啊，譬如我哋1至3座嘅話，就會向住嶺南大學嘅。4、5、6座咧就會望翻遠景向南嘅，細3房咧就會係1至3座咧就會望翻遠景，咁啊但係就向西嘅。屋苑鄰近港鐵兆康站，當中第9座係最近，只需要約5分鐘嘅步程。第2期都係2房為主嘅，同埋近住兆康站嗰邊有條公路嘅，都會有少少車聲啊，嘈少少。